淘汰了吧？你淘汰了啊，淘汰淘汰。然后你上兜。淘汰。瑞。可以可以，有一点。你疯了吗？是不是被踩到尾巴了你？我呢就在好好吃饭，但是呢旁边这个人就不知道咋了。好了没有？喝完了。就我也不知道在笑什么，但是我就跟着很想笑。就不能回想。干嘛啦？拍我啊！哎，雨那么大，快来知心爱人一下。学长，快来知心爱人吧！知心爱人快。让我的爱伴着你，直到永远。我觉得你好漂亮。你有你才没有漂亮呀感觉到我为你担心？好的。对呀。我想进课，进补课的。哎，进补课的吗？这边进补课的。那你们是这样的，我们这个亮号楼的。云霄来了吗？来了，从南食堂过来。中午没有地方去，混到寝室里来。我们特地来找你的呢，因为主要是下雨了，没有地方去呢。好开心啊！我被那个阿姨放进来了，好开心。红地啊，说好的红地毯呢？横幅呢？小云，把你的所有藏的玩意全部拿出来给我看看。就是看看啊，套包箱底的过年才会拿出来的东西都拿出来。哎呀，我们小林这里小独栋呢，哇，这小灯都开起来。哎呀，连那个地铺我有点想睡觉了。就灯光一搞，哇，好好耶！你有啥玩意儿？敞亮点了都给我们拿出来啊！喝乌龙啊！还是给你们泡吧，不煮。真是猝不及防的就待客了，对啊，主要是下雨了嘛。怎么还能查到呢？给你们泡茶这种办呗。什么的显得好像不是很欢迎我们似的。我就不要了，云霄。啊，我也不要，我不要。喝咖啡，咖啡我刚喝过，我怕晚上睡不着。那行，那我们俩喝什么呢？他也不要，我们就坐着没地方去而已。啊，那地瓜的话，因为想要，你想要那什么？那我们俩喝其他的吧。你要喝啥？啊，那个番薯可以，番薯。的新疆啊。